喺未來嘅日子，平凡人只有一個機會，就係每一日拍時間日記，5條好10條好，你拍到幾多得幾多。以我所知，有人已經可以每日拍到75條視頻，而嗰個賬號喺短時間之內做到有幾十萬粉絲。可能你會話粉絲多咁又點啊？直接揾到錢先係最重要喎。流量就係錢，你有返咁上下粉絲，你開直播好，賣產品好，只要有1% 嘅人好 buy 你，幫襯你，你已經唔使憂你個生活。將你嘅名字變成個人 ID，將會係嚟緊最值得你做嘅事情。